6月20日，神是全地的主。經上記着說：地和其中所充滿的，世界和住在其間的，都屬耶和華。詩篇24篇1節。讓我們同來思想經上的話。城市嘅房地產政策一直都因着地少人多而造成激烈嘅需求，令樓價不斷飆升。人心貪得無厭，許多利益既得者只顧賺取更多嘅利潤，毫無回饋城市嘅意識。這種情況不僅讓市民面臨住房困難，也衍生很多不滿嘅情緒。我們要祈求主賜下有力嘅政策，以遏止炒賣樓宇嘅行為，並規範有問題嘅銷售手法，讓房地產市場回歸理性。願主的公平與公義掌管整個買賣過程，使每個人都能有尊嚴地居住，並共同建設一個和諧的社會環境。讓我哋同心禱告。創造天地萬物嘅主，唯有你係所有土地嘅掌權者。你雖然冇參與任何嘅土地買賣，但係一切國度權柄都屬乎神。求神喺一切房地產嘅買賣上完全掌權，因為主係全地嘅主。喜愛仁義公平嘅主，面對城市嘅房地產政策，求主賜下遏止炒賣樓宇嘅政策，壓抑有問題嘅賣樓手法。願主嘅公平公義掌管整個房地產買賣過程。全地嘅主，愛我哋嘅神，有關如何增加土地嘅問題，求主完全掌權，因世界和其中所充滿嘅都屬乎神。甚願主賜下當行之策，讓城中嘅掌權者能夠喺主嘅帶領下明白主嘅旨意，並且忠心誠心咁行在主嘅命定中，使到呢個城市嘅房屋問題得以解決，人人都可以進入居者有其屋嘅恩典中。求主速速成就，感謝神，奉主耶穌基督聖名求，阿門。心靈回響，人人都要懂得敬畏這位掌管萬物的主，以他的公平公義為準則，竭力打破貪婪的惡性循環，好讓每一個人都能在這片屬於上帝的土地上有尊嚴地居住。